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26，咱要做伙读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到第11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6章，大卫搁组织以色列人中间特选的3万人。大卫带这个人出发去犹大的巴拉，要对遐将上帝的约柜接来。这个柜是放坐伫两个天使基路伯中间的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称呼的。因将上帝约柜下伫新的车，对山顶阿比拿达的厝载出来。阿比拿达两个囝乌撒甲阿希约赶迄台新车，因将车甲上帝约柜对山顶阿比拿达的厝载出来。阿希约行伫柜的头前，大卫甲以色列全家伫上主的面前，用青树茶所做逐款的乐器、甲琴、瑟、尼龙鼓、大鼓、钹来奏乐庆祝。因到拿空的五谷场，牛、着达、乌撒伸手扶上帝的约柜。上主对乌撒发大生气，因为伊会失策，上主甲伊拍，伊就死伫上帝的约柜边。大卫因为上主拍乌撒，真无欢喜，就将迄个所在号做比利斯乌撒，直到今仔日。迄日，大卫惊上主，就讲：我哪通将上主的约柜运来我的所在？对安尼，大卫毋肯互上主的约柜迁入大卫城，到家己的所在，就甲伊刷去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厝。上主的约柜停伫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厝3月日久。上主赐福俄别以东甲伊的全家。有人甲大卫王报告，上主因为约柜的缘故，赐福俄别以东甲因全家的人。大卫就欢欢喜喜将上帝约柜对俄别以东的厝接来大卫城。跟上主约柜的人行6步，大卫就献一只牛甲一只肥的精星做祭祀。大卫穿右麻布的衣服伫上主的面前尽力跳舞。安尼，大卫甲以色列全家出欢喜的声，分扫角，跟上主的约柜上来耶路撒冷。上主的约柜入大卫城的时，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对窗仔看出去，看到大卫王伫上主面前也跳也摇，就看见伊，因跟上主的约柜入去，下伫大卫为着约柜搭的布边内面。大卫伫上主面前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大卫献这祭了后，就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，甲人民祝福。伊阁分物件互以色列众人，无论男女，逐个人一块饼、一块肉、一粒葡萄干丸。众人就拢倒去因兜，大卫倒去要甲伊的家属祝福。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出来接伊，讲：以色列王今仔日真有体面，今仔日伫银神的女婢目睭前无穿衫，亲像一个小人裸体毋知见笑。大卫甲米甲讲：我是伫上主的面前安尼做，伊有经我，无经你的老爸，也是伊家内的人，选入我做上主的子民，以色列的统治者，所以我会伫上主面前继续跳舞。我要比今仔日安尼更较粗俗。虽然你看我做逼真，毋过你所讲遐女婢会尊重我。对安尼，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到死拢无生囝。第7章。
王住伫王宫，上主予伊无受四围对敌的搅扰，享受太平。王对先知拿单讲：你看，我住伫必香茶的宫殿，毋过上帝约柜踮伫布边。拿单对王讲：你想要安怎就通去做，因为上主甲你同在。迄暝上主的话临到拿单，讲：你去甲我的仆人大必讲，上主安尼讲：你真正要去圣殿予我大是无？对我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现在，我毋捌住伫殿里，拢一直住伫布边也是会幕，甲因做伙行线。我甲以色列人同行的时，减捌对倒一个以色列支族的领袖，就是牧养我的子民的讲：恁若无甲我去必香茶的殿，但你着甲我的仆人大必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对牧场拣调你，互你无过饲羊，是要互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你无论去倒位，我会甲你同在，消灭你面前所有的对敌。我一定互你有大名声，亲像世间的伟人遐尼出名。我要为着我的子民以色列准备一个所在，甲因安顿，互因徛起伫家己的所在，无过受搅扰，无过亲像早前我命令士师管理我的子民以色列的时代，受凶恶的人欺压。我要互你脱离一切的对敌，得到太平。我阁宣布，我上主要建立你的王朝，到你的岁寿满，回去你的祖先遐的时，我要选立你的后代，你的亲生囝来续接你，阁要互伊的国稳固。伊要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我要坚固伊的王位，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伊的爸，伊要做我的囝。伊若犯罪，我要用人的拐，世间人的边接触伊。毋过我的慈爱袂离开伊，袂亲像我互慈爱离开我所弃杀的扫罗。你的家甲你的国会永远建立伫我的面前，你的王位会坚固到永远。拿单就照上帝启示的话，拢甲大必讲。大必王就入去会幕，坐伫上主的面前，讲：至权的上主，我是啥人？我的家算啥物？你竟然带我到这个地位？毋然呢？至权的上主啊，你阁眷顾你奴仆的家的将来。至权的上主，这敢是一般人会当拄到的代志。至权的上主啊，你的奴仆你上清楚，我还有啥物话通讲？你有做这的大事，佮教导你的奴仆，这拢是因为你的应允，照你的旨意。至权的上主啊，你真伟大，照阮所听见，无一个会当甲你比。你以外无上帝。世间敢有一个国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？上帝，你有救赎因，互因成做你的子民，互你家己得到荣耀，佮为着你对埃及解救出来的子民，做大佮通行的事，将列邦甲遐神明赶出去。你有建立以色列，永远做你家己的子民。上主啊，你佮做因的上帝。主上帝，你对你的奴仆甲伊的家的应允，愿你照你所讲的实现，互伊永远稳固。愿人永远尊重你的名，讲上主万军的统帅是治理以色列的上帝，佮你的奴仆大必的家要伫你的面前建立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的上帝啊，因为你有启示你的奴仆讲，我要建立你的王朝，所以你的奴仆好胆用这个祈祷对你恳求。至权的上主，只有你是上帝，你的话真实可靠。你用这个福气应允你的奴仆，
但求你欢喜赐福你罗卜的家，互伊伫你的面前永远稳固。至悬的上主，因为你有应允，愿你罗卜的家对你得到福气到永远。第八章，后来大卫攻击非利士人，互因降服，佮对非利士人的手摕到京城的控制权。大卫佮拍败摩押人，叫因倒伫涂骹，用烧牛2烧肠下，互伊死；牛1烧下，互伊活。摩押人就归顺大卫，佮进贡。利合的囝索巴王合大底下去诱发列底河，要恢复伊的统治权的时，大卫攻击伊，掠伊的马兵1700，步兵2万，佮斩断战车的马的骹筋，只有留狗仔通拖100台战车的马。大马士革的苏利亚人来帮战索巴王哈大底下，大卫就杀死苏利亚人22000。对安尼，大卫伫大马士革的苏利亚设立军营，苏利亚人就归顺大卫，佮进贡。大卫无论去倒位，上主拢予伊得胜。大卫将哈大底下的部下所用金的盾牌拢带来耶路撒冷。大卫佮对哈大底下的城比他甲比勒他摕真侪人。哈马王得伊听到大卫拍赢哈大底下的全军，就找伊的囝约兰带金器、银器、铜器去见大卫王，甲伊请安，祝贺伊拍赢哈大底下，因为哈大底下甲得伊常常交战。大卫王就将这物甲以前伊拍赢列国所得到的军营，就是对以东、摩押、阿门人、非利士人、阿玛力人，以及对利合的囝索巴王哈大底下得到的战利品，拢献化献予上主。大卫伫盐的山谷拍死以东人18000，倒来时就得到大名声。大卫伫以东全地设军营，以东人拢归顺伊。大卫无论去倒位，上主拢予伊胜利。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，用公平正义治理伊所有人民。西罗亚的囝约押做元帅，阿希律的囝约沙法做史官，阿希突的囝撒都甲阿比亚他的囝阿希比勒做祭司，西莱亚做书记，亚何亚大的囝比拿雅做头指挥，基利提人甲比利提人，大卫的囝拢做祭司。第9章，大卫问讲：扫罗的家要有甚物人留着？我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，好款待伊。扫罗的家有一个牧人叫做西巴，人叫伊去大卫遐，王就问伊：你是西巴是无？伊应讲：你的奴仆就是。王讲：扫罗的家要存几个人？我通将上帝的恩赐予伊。西巴对王讲：约拿单要有一个囝，伊的双骹拢歹。王问伊：伊伫倒位？西巴应王讲：伊伫罗底巴，住伫阿米利的囝马吉因兜。大卫王就派人去马吉因兜甲带来。扫罗的孙约拿单的囝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跑落去拜伊。大卫讲：米非波设，伊因讲：你的奴仆伫遮。
代笔讲，毋免惊，我一定要因为你的老爸约拿单的缘故，好款待你，将你的阿公所落的田园拢还你，嘛要互你常常甲我做伙食。米非波设搁拍地拜伊讲，你的仆人算什么？我不过亲像一只死狗，你竟然安尼照顾我。王叫扫罗的仆人西巴来，甲伊讲，我已经将扫罗甲伊家族所有的财产，拢互你的主人的孙。你甲你的囝、你的仆人，就甲伊种做，大田园所出产的，互你的主人的孙有米通食。你主人的孙米非波设会常常甲我做伙食。西巴有15个囝，20个仆人。西巴对王讲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王吩咐的，你的仆人拢会照安尼做。”所以米非波设就甲王做伙食，亲像王的囝同款。米非波设有一个细汉囝，叫做米迦。西巴因兜所有的人拢做米非波设的仆人。米非波设两骹拢摆，住伫耶路撒冷，常常甲王做伙食。第10章，后来阿文人的王拿哈死，伊的囝哈伦接续伊做王。代笔讲，我要好款待哈伦，亲像伊的老爸拿哈好款待我安尼。代笔因为哈伦的老爸死，就派人神去慰问。代笔的人神到阿文人境内的时，阿文人的领袖甲因的主人哈伦讲，代笔派人来慰问你。你想讲伊真正尊敬你老爸哦？代笔派伊的部下来见你，兼是要详细侦探这个城，看要安怎甲咱征服。哈伦就掠代笔的人神，甲因的喙手剃一半，佮剪断因的衫下半截，互因露出下体，然后赶因倒去。有人对代笔报告，代笔就派人去接因，因为因感觉非常见笑。王讲，留点耶利哥，听候喙手发长才倒来。阿文人知因惹代笔生气，就找人去请别列合甲索巴的苏利亚人步兵2万，甲马加王的人1000，德别人12000。代笔听见，就派约押带所有有名的军队出去。阿文人出来伫城门的头前排阵，索巴甲列合的苏利亚人、德别人甲马加人另外伫野外排阵。约押看见伊的前后拢有对着排阵，就对以色列精兵的中间，搁再拣一寡勇士出来。排阵要抵定苏利亚人，约押将其他的兵士交互伊的小弟阿比斯，因就面对阿文人排阵。约押对阿比斯讲：苏利亚人若比我较强，你就来帮助我；阿文人若比你较强，我会去帮助你。要坚强，为着咱的同胞甲咱上帝的城勇敢出征。上帝会照伊看做好的去做。约押带伊的军队进前甲苏利亚人交战，苏利亚人战败，就伫约押的面前逃走。阿文人看到苏利亚人逃走，嘛伫阿比斯的面前逃走入城。约押就对阿文人遐倒去耶路撒冷。苏利亚人看到家己害死以色列人，就重整军队。索巴王哈代底下派人去幼发勒底河迄边调苏利亚的军队来，因就来到希兰。哈代底下的将军索法
带军队来，有人报告大毕，伊就调集以色列全军过约旦河，进军到希兰。苏利亚人拜登甲大毕交战，苏利亚人害死以色列人，大毕杀死苏利亚的战车兵700人，马兵4万，佮将因的将军束发杀死伫遐。哈达底下属的遐的王看着因害死以色列人，就甲以色列讲和，归顺因。对安尼，苏利亚人就毋敢佮帮赞阿门人。第11章，过年春天，列王出征的时，大毕派约押甲伊的部下以及以色列全军出去，因杀赢阿门人，围攻拉巴城。大毕留伫耶路撒冷。有一日黄昏的时，大毕对面床起来，伫王宫的厝顶行来行去，对厝顶看到一个妇人人伫洗浴。妇人人生做真水，大毕就找人去探听迄个妇人人。有人讲，伊是伊人的查某囝，迄人乌利亚的某巴西巴。大毕找使者去带巴西巴来伊遐。迄时妇人人月经拄拄清气，大毕甲伊做伙困。后来伊就倒去因厝。妇人人怀孕，就找人甲大毕讲：“我有生啦。”大毕找人去甲约押讲：“你派迄人乌利亚来我遮。”约押就找乌利亚去见大毕。乌利亚来，大毕问伊：“约押好无？军兵好无？交战好势无？”大毕甲乌利亚讲：“你倒去恁兜休困。”乌利亚出王宫了后，王就送一份礼物予伊。毋久，乌利亚甲伊主人的部下做伙困伫王宫门口，无倒去因兜。有人甲大毕讲，乌利亚无倒去因兜。大毕就问乌利亚：“你敢毋是对真远倒来？是安怎毋倒去恁兜？”乌利亚对大毕讲：“约柜以及以色列甲犹大全军拢踮伫布边，我的主约押甲王的部下伫野外集营。我若通倒去厝里啉食，甲我的某同房，我记你的性命就热，我绝对无要做即款代志。”大毕甲乌利亚讲：“你今仔日游园住遮，明仔载我派你倒去。”乌利亚伫迄日甲隔日留伫耶路撒冷。大毕请乌利亚来做伙啉食，互伊啉甲醉。天暗，乌利亚出去伊主人的部下遐，困伫伊家己的毯仔，无倒去因兜。过早起，大毕写一张批互约押，托乌利亚带去。批来写讲，着派乌利亚去前线上危险的所在，然后恁拢撤退，互伊战死。约押围城的时，伊知对着防卫上强的所在伫倒位，就派乌利亚去遐。城内的防卫军出来甲约押交战，大毕的部下死几啊人，迄人乌利亚嘛战死。约押派人去甲大毕报告交战的事，伊吩咐使者讲：“你详细报告交战的事了后，王若生气，讲：恁进攻的时，哪会遐挖城墙？敢毋知对着卫队城墙顶射箭？以前什么人拍死基甸的囝阿比米勒？敢毋是一个妇人人对墙顶迄石头无？”会顶墩讲伫伊的头壳，互伊死伫提比斯。你是安怎遐挖城墙？你著讲你的仆人，
迄人乌利亚嘛死。使者去照约押所命令的，甲大卫报告。使者对大卫讲：对敌比阮较强，出来野外攻击阮，阮甲因拍到城门口，射箭的人对墙顶射你的部下，王的部下死几啊人，你的部下迄人乌利亚嘛伫遐战死。大卫甲迄个使者讲：你着安尼甲约押讲，毋免为着即个事心艰苦，因为战争拢有人会死伫倒下。你着尽力攻城，甲城攻破。你着安尼甲约押鼓励。乌利亚的某听着伊的丈夫已经死，就为伊提哭。丧事结束，大卫就找人带拔示巴入宫，伊就做大卫的某，甲大卫生一个囝。总是上主对大卫做即个代志真无欢喜。咱今仔睇圣经在第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到第11章。